使阮有切记你的圣殿已经释放聚会。主啊，今日是2025最后一个礼拜。主啊，阮伫这新年内面，阮重新为主来事工来事奉。但是阮也着反省，阮所做是真无必要的事情。求主你伫明年继续有阮伫事奉的时阵，伫阮身边教阮同行，医治阮，互阮继续为着主的事工。只希望今日开始今日的礼拜，也求主你伫阮做咱的事奉内面，互阮开力，会当传播出主你名。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圣名来祈。阿门。各位平安。敬拜时间也已经到，即时请咱用祷告来安静咱的心，来拄备朝见上帝。多多我靠耶和华要得到新的气力，伊亲像鹰鸟展翅飞悬，伊走也无野，行也无线。
这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用俄罗的歌来调敬上帝。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依然要喜乐欢欣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大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再重新的来一次，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下垂的手，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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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的主永不离开，他是那一位在我们高山，在我们低谷的时候都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当更多的来亲近他，更多的来亲近他，爱慕他。让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更多的来爱慕耶稣，更亲近，更像他。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耶稣，我要爱慕你。耶稣，我要爱
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心，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耶稣，我要爱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心，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我更多的敬拜，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阿们。我们持续站立。请咱游员徛咧，咱要用信心头前第13页，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神所基督，上帝耶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请大家对我用旧圣诗的启文第37篇来三角交读启印。无得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身体要穿啥物？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伫美娘？你的身躯敢无较大哩？试看天顶的飞鸟，无凊做，无修行，无积聚伫色彩。恁的天父也你伫会饲伊。恁啥物人会用挂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即像山巖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结行伍的时，我穿的是不是？担山巖的草，今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甲安尼。
所以无得挂如讲，我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多多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虑，因为即个明仔日伊就家己挂虑，一声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即时，请大家甲我做下额头来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要为着新的一年有平安来祈求你。圣经原来讲，一概无得挂虑，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你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满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所以，阮祈求主，你用完全的平安遮看阮，莫互环境来影响阮的心，致使阮感觉到极大的忧愁，帮助阮会晓为着眼前的艰苦来祈求，会晓随时请找找你，会晓呼救你的名。阮要将一切交伫你的手中，全心全意来跟对你，恳求你将属天的平安赏赐进入阮的心内。阮伫天的爸，伫经过这今年一年艰苦了后，求你帮助阮，毋通忘记你对阮的性命是有计划的，因为伫你的计划内面，阮永远有盼望。帮助阮毋通看外口的环境遮尔艰苦。互阮知影，阮的盼望不在伫外口的状况，却在伫你。互阮会晓倚靠你，坚强落去。亲爱的主啊，求你教导阮学习你的模样，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以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去办理你所交托的事工。互阮伫教会所有的人彼此相听，互相接纳，互阮一同领受上帝的恩惠。一同成长，一同建立疼的教会。阮伫天的爸，阮也要祈求主祝福伫今日的敬拜，互阮的心主来开，互蔡长老成做主理的出口，用主理的道来教示阮。愿一切荣耀甲学乐拢归于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这是圣歌队要吟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来学乐上帝。Amen.
咱真感谢圣歌队为咱所带来，感谢主、阿罗主的歌声。这是咱要来恭受上帝的话。今日咱所要看这段见证节是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节到第34节。请恁注意来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节到第34节，安尼讲。所以无得我如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这个拢是恁欠用的。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赐互恁。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挂虑，因为遐个明仔日伊要家己挂虑。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业。这是咱要请蔡长老来为咱讲道。今日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再一次的叮咛。咱请蔡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难得，昨天大家都睡得非常好。因为昨天睡觉还有摇篮帮你这样摇。像小时候妈妈的怀抱里面这样摇，但是有很多人是在桌子底下里面见过这个摇篮的过程，阿 Kim 你有没有在桌子底下？我们去韩国的时候碰到韩国戒严，我们到日本青森舰出发之前，日本青森舰大地震，所以昨天我们碰到的地震，对我们来讲是很小的，跟9·2比起来，那当然是小之又小。所以很感谢主，让我们昨天很安然入睡，因为还有余震，这样慢慢摇，慢慢摇。我太太一直问我说：“还在地震，还在地震？”我说：“没有，那上帝在摇。”我们今天如果在一起，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的礼拜，我们说再一次的叮咛。你说讲的话都是老生常谈，你每次都讲，大家都知道嘛？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真的知道吗？你真的知道怎么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吗？所以我说，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在这个礼拜最后一次的礼拜，我们要真的认识到，我们属灵的生活跟属世的生活要有所区别。我们要跟上帝有对的关系。我们要跟上帝再合，我们跟上帝相合的，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上个礼拜，光圣诞节，我们特别讲圣诞节的意义在主的降临，它是真正的意义。所以你说那是2500年前的事情，可是没有终止哦。真的主期待降节，期待主的降临，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也许让我在讲道的时候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但是一家人，而且要成为主的门徒，要成为主的信徒，要为主而传福音，要在主面前得到主的喜悦。神的创造都有一定的次序。我们看创世纪第1章第1节开始怎么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一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到第4节讲什么？有晚上，有早晨，那是第一天。然后再创造水，分为上下，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那是第2天。然后创造植物，创造生物，创造动物，有晚上，有早晨，那是第3天、第4天、第5天。创造人类，那是第6天。神说所有的创造都极其美好。这创造有一定的秩序。真的创造有一定的秩序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那为什么不是说有早晨有晚上？我们都说先有早晨嘛，对不对？一天的开始，一日之计在于晨。圣经告诉我们有晚上，有早晨，那才是第一天呢。为什么有晚上开始？所以安息日从什么时候开始守的？太阳下山呢，晚上开始守安息日。我们守主日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守主日。但晚上万物都寂静的时候，地是烟面黑暗。当地一面黑暗的时候，主的话出现了，主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主说要有光就有光。
上帝创造日头，创造月亮，创造日时，创造暗时，有晚上，有早晨，有一定的秩序耶。所以保罗先生也在告诉我们，凡事要做得恰当而有次序。你说你说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吗？真理的确会让你得到自由，可这个自由不是随便做的自由。我们上礼拜五是北捷杀人事件嘛，之后还发生3起，因为报纸已经不再报道了，因为大家有互相约束，不能一直报道，报道下去会有模仿效应。记得当初北捷那个郑捷杀人案之后，连续有10多起耶。这次还有3起，我们都接到之后，大家互相约束，都不要再报道了，因为报道下去会有模仿效应。就像日本的那个毒气杀人事件之后，就层出不穷。人喜欢学习恶啊，人类是恶极的，我们喜欢学习恶啊。所以圣奥古斯丁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万物的平安是秩序所带来的安宁啊。我们要得到安宁，同时更重要是我们要有秩序。凡事都有秩序。那好，我们人生的秩序是什么？主耶稣基督30岁出来传道，那因为逾越节到逾越节，这样算起来是3年到3年半的时间。所以说，基督出来传道，那为什么他替我们救赎，就直接出生就救赎了嘛？那不是比较快吗？还要这样当木匠，成长到30岁，12岁在会堂跟技术们辩论，到30岁，然后之后呢，才去钉十字架，啊，中间有3年到3年半，都跟穷苦的人、跟一般的老百姓、跟所谓的低下阶级，就像我哈，低下阶级。今天我们有从纽约来的姐妹。这个姐妹，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因为你最后一个字跟我的女儿一样，婷。婷是很美的字哎。我当时跟我女儿取名字，我想了老半天，我觉得婷这个字很美。可是我想不到第2个字，所有的女儿叫做蔡婷婷，因为我找不到第2个字啊。因为我的女儿是等于我们家族里面是最大的女孩子，所以之后下来，我大哥的女儿叫做蔡佩佩，我弟弟的女儿叫蔡柔柔。他们说这是郑捷杀人都是单字嘛，还有一个张文，郑捷。其实婷字很美啊，可是他为什么他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是从纽约来这边玩的，住在旅馆。可他先求礼拜天主日，先求教会，因为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最重要的人生功课啊。所以人生要有一定的秩序啊。所以从小我爸爸就告诉我们，上帝第一。家庭第2，工作第3。我们现在说主耶稣是我家庭之主，基督是我家庭之主，真的吗？基督是你家庭之主吗？人靠方法，神靠人呐。我们经常遇到事情的时候，想尽任何的方法要去解决，而神在上面就叉着腰这样看。哎呀，解决啊！越解决越痛苦啊！怎么这个也解决不了，这个也做不了，我就费尽脑汁，我不眠不休。神啊，你在哪里？神说：“我在这里啊。”你怎么不替我解决？我说：“你又没求我啊。”我们经常跟神在做这种游戏呢。神啊，我这样做也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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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那当然是不对啊，你就相信我嘛。”你有没有跟我祈求？有没有跟我祷告？你的心有没有在我身上？你有没有做一些对的事情？什么叫做对？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你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然后你在寻求人类之后，你已经快到趴到地上了，突然才想到说，我们台湾有一句叫做安娘伟，有没有？我的妈！其实什么？我的上帝啊 ！Oh my God！ 当你到最后绝望，你才求上帝，那为什么要费了这么大的劲，绕了这么多的冤枉路呢？因为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都会加给你们嘛。问题是你没有求啊，你不是得不到。神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你不妄求，你不求，但是不能妄求，你不求嘛，你没有求神的
国跟神的义。什么叫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国，所以我们刚才欧长老带我们领我们的台语讲台语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包括我们的祈愿文，都一再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呐、当然，这是在山上宝训。山上宝训是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山上，他所传道的对象是这些门徒，跟一些这些一般的老百姓，都是低下阶层的。如果有学问的人不会跑到山上去听耶稣讲道，他有学问的嘛。有学问有水准的人，怎么会听一个木匠的儿子在讲道？又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人家最起码念过神学院，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他讲什么道？第一个讲到这么粗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个谁不知道？悔改啊，我有悔改啊，我都有改啊。第二天再犯而已啊，再改啊，第二天再犯再改啊。神的国跟神的道，要让我们知道，先求神的国跟神的道。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道。什么叫寻求？去找啊！我们在教育里面都要讲属灵的话语，所以去找什么？找更属灵，没有那么复杂。主耶稣在山上宝训告诉我们，所以叫找是什么？不是祷告那种祈求的找，是生活上的找。你们现在的人，我们现在最大问题是厨余嘛，对不对？哇，为了非洲猪瘟啊，现在厨余怎么处理都不知道。以前厨余要分类，生食、熟食啊，怎么样分类？现在厨余变成一个大问题耶。有些学校自助餐一大堆的厨余，现在小孩子如果你去学校去看一下，我有查过自助餐的案子，厨余好多呢。所以老师反而鼓励说，家庭比较贫困的就把那个营养午餐带回家。以前很普遍现在小孩子不太带回家呢，怕被笑。恩友教会为什么会成立？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实在连3餐都不饱，可是怕被笑，不敢把营养午餐带回去。你看纽约嘛，我们今天有纽约来的姐妹，纽约有一个很大特色纽约会下雨嘛，对不对？下雪嘛，下雪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不放假。我们的台风来就放假，有台风假，现在还要再发明什么太热酷热假，明年我今天有点遗憾，因为我今天我去台中连续出差4次。今天我们的圣诞节、平安夜我们没有特别平安夜过节，有没有？没有特别圣诞节。明年圣诞节是礼拜5记得明年礼拜4我们要报佳音，礼拜4晚上，礼拜5我们要圣诞节。为什么？耶稣来不单是高兴救赎我们，而且给我们一个盼望，是耶稣再来呀。所以相对的，你们求是寻求什么？他的义是什么？耶稣的旨意，耶稣的生命啊！耶稣说，因为信靠耶稣的人就可以称义。什么叫称义？像义人，不带着罪。有没有罪？我们还是罪人啊。可是因为信耶稣，我们得以称义，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国不是在公义、和平以及圣灵中的喜乐啊。神的意思，神是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要先寻求他，才解决我们自己的吃喝的问题以外，解决我们世俗的问题。我不相信在座各位没有烦恼，在座各位有一阵子。我甚至有埋怨神，我在讲台里面跟神讲说：“神真的很对不起。”我埋怨神你说不会啊？我看你什么做得好，升官没有发财，但是最起码我升官做什么都很顺利。我带传人问我一句话：“你监察委员不当以后，他有留在台北，你有房子？”我说：“文荣有房子，我去他家住房子，不可能嘛，对不对？”我那耶稣嘛，足大间的，人喺文中面足大间的啊！我跟阿姨讲，阿姨，我来带领导，他一定讲好啊。问题是你会去吗？绝对不会，放心好了。然后我太太问我，你有没有房子？我们不要给姚弟兄在做房屋中介，他就帮我们介绍一间又便宜又大的别墅，看有没有1000万的。台北有没有？
我们家别墅很大，1400万呢，还有前田后田哎，还可以种葡萄园呢。在台南啊，哈，不在台北。但相对的，我跟我太太讲，我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呢？我监察委员不当以后，当然我不知道，因为当初他们跟我承诺说，我来台北以后，他们就会跟我安排任何的工作，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永远有宿舍住，当然不像基隆一样住了500坪啊，但最起码在宿舍里面还可以住30坪啊，30坪不会比你家小吧？差不多啦哈。是啊。然后我太太就慢慢心又宽下来，说：“对。”我说：“时间还没到嘛。”所以我突然发现到说，其实上帝替我们在安排。有一天我再跟你们做见证，这周东西就帮我安排好了。买房子说真的，我们已经没问题了，已经替你安排好了。那这么很美丽的一件事情，神的国，我们经常在念主祷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得成，愿你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旨意得成，如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大家会不会背？会背吧。问题你背完，你的名声，你的国民高，你的旨意伫遮，伫对你心里，伫天里，会背吗？然后背完啊，背完，我会背啊。那里面在讲什么？你有没有照着做？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我太会背，从小主日学就叫我背的都已经像背三字经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我们都太会背了。但相对的，神的国，我们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没有？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天国生活的实习耶，我们在模拟天国的生活耶。我们说教会里面的相爱，就像我们现在在开始要查约翰一书。老约翰讲的只有一个字“爱”，整个圣经66卷讲的一个字“爱”。爱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爱很容易耶，包括你夫妻之中，你说有爱，不见得你知道爱伯恩吗？你也不敢不点头嘛。那点头回去就你不点头，你回去该怎么说？他相对那种爱，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爱，不管你是夫妻，纵然你对你的子女的爱，其实有它的界限。阿嘎贝上帝的爱，它是无穷尽的。但相对的，我们要知道，爱真的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实习，让上帝的爱在我们人世间。我们上礼拜讲说，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上帝所看到最重要的人，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但是相对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爱。这个爱是发自内心的爱。当初在伊甸乐园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满满的爱，上帝跟亚当夏娃每天生活在一起，我们跟上帝是直接接触，亚当夏娃可以跟上帝直接讲话。他吃了善恶果之后，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上帝在那个天暗快暗的时候，在天上行走，问亚当啊，你在哪里呀？夏娃，你在哪里呀？上帝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啊。可他们两个躲起来，用无法过这，我们只是肉体不敢见你呀，不敢看你呀，兄弟啊，就歹势都不敢看你。人犯罪就自己觉得犯罪羞耻。我当了33年的法官，我才发觉到说，其实那些被告都知道他犯罪呢。如果有罪的，当然无罪，我会判无罪。他知道他犯罪，可是他就禁不住就去做。尤其有一件很可怕的是赌博，你要人家倾家荡产就找人去赌博。以前有一个杨桃很有名，叫做欧明川，听过没有？黑面菜杨桃汁，一夜之间赌博输光，一夜而已，不要讲多，一夜而已。人的财物在神的面前根本不算什么，可是人就是要行己义嘛。我们所看到的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世界民国与国，你看，我们一会儿说俄乌战争要停止了，一会儿说俄乌战争又开始打了，说40天可以结束，现在打了4年，啊，然后叙利亚那边又有战争，那个柬埔寨 KK 园区，诈骗还是个产业呢。我们有台积电，他们说台湾有2宝，一宝是台积电，一宝是 KK 园区，在柬埔寨。诈骗成为一个企业，
然后操控全世界的诈骗，然后被抓到的都是那些车手。我昨天前天在去台中看守所去看了一下，去问一些人。那个所长就跟我 complain， 他说：“跟我们署长讲一下了，我实在收容不下了。”我说：“这里面有80%不是毒品就是诈欺的，尤其现在诈骗很多。7个总部诈骗很多，不要小看啊，我们诈骗很多都是高官，那些权贵被诈骗的更多。澳丰证券被诈骗多少钱？我们现在在查，算到现在我已经手软了，我准备结案了，3000亿。不是万哈，亿，怎么可以这么多？3000亿啊！而且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很有把握，不会，我绝对不会被诈骗。这个诈骗呢，就是因为人性的弱点一定会有。我们有钱，我们希望理财嘛，理财是对不对？本来就对的啊。你们去问周长老，他会教你怎么理财啊。问题是你不问他，你们就自己来啊，就被诈骗了啊。诈骗你会痛苦，当然痛苦啊，谁不会痛苦？诈骗很可恶啊！我每次看到诈骗说他很可恶，问题是他的老板是谁，他也不知道啊。最后 KK 延期干脆那个把它封炸的时候，国际上说很残忍。可是我想一想说，上帝，你不是公义吗？如果不把它炸掉，怎么有公义呢？炸掉也有公义之后才有和平嘛。那叫和平以后，我们不受诈骗，最起码在圣灵中我们得到喜乐嘛。所以相对的，我们现在目前差遣耶稣，上个礼拜耶稣我们圣诞节，其实有人庆祝说25号，当然我们讲说25号是太阳神的日子，不见是耶稣降生的日子。OK， 我觉得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把耶稣基督的代降降生当作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里程，当作我们跟上帝要保持对的关系最重要的东西呀。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先教我们天国的奥秘，他用很浅显易懂的话语哦。我们一直觉得说，任何的学问讲到最后能够2-3句要讲完最厉害。我如果准备一篇演讲，让我讲10个小时，我根本连准备都不必准备，我就可以噼里啪啦跟你们讲10个小时，怎么叫人生的大道理。可是叫我讲10分钟把人生大道理讲完我可能准备1年都准备不完。讲越短的，把人生的精华讲出来才是越重要。所以我在监察院规定他们报告的时候，我教他们15分钟之内要报告完，没有我就按铃，之后就消音。15分钟我这个报告写了那么多400页，你叫我讲15分钟，那你15分钟都重点都讲不出来，我给你4000页，你还是讲不出重点。这相对的东西，我们神的国，主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可以建立神的国，神的义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神的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我们为什么先自寻烦恼，没有将神的国跟神的义摆在前面？在我世界最痛苦的时候，尤其这几年来世界最痛苦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神讲：好了，我投降了。我一切交给神。我发现到一个很奇妙的变化。有空我会跟你们做见证。那个变化让我自己都吓一跳你要的东西，他全部给你呢。神的国要给你的东西，实在会让你觉得。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不是要建立一个宗教，我们叫做基督教，教里面还有分派，我们是长老会。这是佛教。这是道教，耶稣来不是叫分教不是宗教所以有时候人说你是基督教，好像对对哦。你们基督教是属于什么宗教？就是信耶稣嘛。我们也一样我们是佛教，我们信佛祖嘛。我们是道教，道教信什么？玄天上帝。我们是什么教？九头公、10头公教，我们信那9头公后，那9头公做大了我们是榕树，信榕树，没有看得到的东西。耶稣来不是建立宗教，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去寻得我们失去的王国。亚当夏娃把我们的伊甸园毁掉了，然后我们重新再建立伊甸园，我们要重新建立神的王国。所以神的义本身，我们因着称义，我们被称义了嘛。所以我们有神的义，那神的义我们有平安，神会给我们丰盛，得到的更丰盛。
我们平安就会有快乐。我们有时候不快乐。最近有一本书叫做《端粒》，各位看过没有？端粒，也就是说，他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延长个20年到50年很简单，只要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睡得好。睡得好，对你们年轻人啊，人均你睡得好不好？不好哦。你那已经老年人了，年轻人应该睡得很好嘛。我们老年人睡得不好嘛。他说，端粒第一个是，只要你睡得好，你生命就会延长，你的细胞就会活络。第二个是什么？不要有压力。你们知道，没有压力，第一名是什么？唱歌。他们去把它试验，一个人很高兴唱歌，整个细胞就活起来。所以你们不参加圣歌队很可惜啊！这些人最少生命延长个10年20年没问题。唱歌就是没有压力，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这是最好的运动啊！所以神的国罗马书第15章第17节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我们现在都认为要应酬，蔡崇义一直不应酬，所以很多人眼睛很红。我讲过嘛，我们眼睛黑的嘛，所以心是红的。可是眼睛红，心就会黑嘛。所以我跟记者根本不敢联络，我也很怕上报纸。我每次遇到交通，其实他跟我开错了，我还拜托他赶快开个单，让我去缴一缴，缴600块总比上个电视好。某个人看到不敢开单，反正大家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任，我就干脆让你开单好了，我去缴一缴，我就解决掉。但是相对的，吃喝玩乐在应酬里面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谈生意啊，你谈生意你都不跟人家应酬，你包括做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你还是要跟人家应酬啊！人家尾牙到了，请你这个大律师去，你难道说我不去？我从来我只在教会，所以我很感谢主，让我这一辈子不必应酬，因为我不必靠巴结任何人而让我得到一些官位，让我得到一些地位，那神自己给我，那为什么神给我？所以我爸爸经常讲的话我记得住，他说我当法官的时候，他跟我讲，不是因为你侍奉神而让你当法官。是因为神要让你当法官来侍奉神，先后顺序不一样啊！哇，蔡崇义当法院的院长，靠什么关系？我说靠上帝，没有人相信，就真的靠上帝啊。那因为上帝要你在这个职位上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彰显神，来见证神的伟大，而不是因为你在服侍神，所以神把这个给你。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呢，这些会加给你们。加给你们是什么？你不要烦恼，这是小事情嘛。上帝自然会给你们这些东西，可这东西在上帝看起来真的是小事啊，微不足道啊。更重要的是什么？那永生的盼望啊。所以相对的，吃喝玩乐，这都短暂的快乐。有人当到大官，比如说不要讲别的，就当立法委员就好。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当立法委员当很久突然有一次出选没有上了，其实不是他了，很多人没有上以后，他去参加个宴会。以前他当立法委员一定会上台讲话，现在听到我讲完话下来之后，他就跟我 complain， 我今晚去参加婚丧喜庆，都没人来请我讲话，不讲我好难过呢。可是我都不好意思讲说，可是你每次你一讲话，大家都希望你赶快下台不太都讲得好久，而且是真的是没有营养的话一大堆。可是相对的会有落寞感，所以他又花了很多钱去参加初选，没有过，到现在也没有过了。那所以你们不会猜了，很多人了。所以你当到立法委员之后，你没有当立委，那很痛苦你前面花钱再当一次立委那就问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花钱我说：“怎么有花钱？我有花钱我钱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太太在 complain 我说我在台北买不到房子，那没关系反正我的钱积在天上尤其我在台南那段时间，几乎把我的所有的积蓄都已经花光了。可是我很高兴我太太说没有房子，我说有什么好怕？没有房子的话，上帝就会帮我们安排
你那么相信上帝，我当然相信上帝啊。所以我太太说，那我跟着你相信上帝好了，我不怕嘛。那无恁楼下迄个下柜边啊，铺一个草区，我那遐困。但相对的，神的道不再吃吃喝喝，因为我们遍地充满了仇敌的工作。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 under attack， 你们经常受攻击耶，你们在 under attack。你不管你的公司，你不管你的家庭，你不管你的工作，你不管你的个人，你不管同事的相处，包括兄弟姐妹的相处，包括亲戚朋友的相处，包括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你们经常处于在 under attack 的情况之下，你们经常受攻击耶，而且那个攻击啊，会觉得很难过，就像媳妇得罪婆婆，那会被念一辈子。而女儿得罪妈妈会念1小时，第二天忘掉了。可是媳妇得罪婆婆那就不得了，因为我们还是有区别，可是上帝对我们没有区别。上帝唯一的区别是信不信耶稣。你相信，你就得救嘛。问题是你不信，你说我有信的，我有信的，可是相对的，有时候人总是押宝嘛，就像你要去买债券买东西，总是买多一点啊。所以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可是我信妈祖呢？我信什么玄天上帝？我信关公？我信什么？我信的10-20个人呢？我们尖山的对面一个叫善导寺，里面就一大堆神明呢，那总是会中一个嘛，总是会中一个，对不对？那你们基督教最偏爱、最狭隘，你们基督教说唯一的神，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上帝。你们基督教信你们基督教最痛苦，你们只有一个神。当然只有一个神啊！如果那么多神的话，世界上秩序会这么好？弄得大乱了。昨天的地震不是稍摇一下，已经乒乒乓乓啊，大家都不见了。今天在做礼拜，大概没几个人。上帝本来就是只有唯一的神。看我们人生的创造这么有秩序，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只有一个神的话，会乱成什么样子？我们当时的希腊的那个众神、诸神。那不是乱得一塌糊涂吗？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意，让神的旨意通行无阻，让耶稣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神的国跟神的意，它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来亲近神。所以以弗所书3章21节告诉我们，什么照着他的能力，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就来叫着咱的为人，在咱心内大力，常常手势互咱超过咱所想、所求、所想的。上帝的会在我们身上，那你会得到大力耶。所以我每天出门第一件事情，除了诗篇23篇背1次1年，这是我妈妈的规定。我妈妈在天上都看着我，在看着我有没有每天背23篇再出门。但相对，我会将今天我要做的工作。我就会打开我的手机，秘书帮我安排的行程，我会念给上帝听。上帝啊，今天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念完了，交给你了，我要出门了，就去了。出去的顺利。人家说觉得好像蔡崇宇，你怎么都游刃有余耶？这个游刃有余不是某某人说那个没出息那首歌现在最红的各位有空去看一下游刃有余，没出息匆匆忙忙没有，就是游刃有余啊。我就去那边，他们再大的困难在我的手上，我都觉得就是这样而已啊。有什么再大的事情比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更大呢？今天连总统电话也要透过好多人转蔡崇宇，我把电话换掉了，因为我现在躲起来最好，躲起来才不会影响我的时间。但相对的，你为什么要斤斤计较这些外在俗世的事情，不将全精神在教会里面的事工的侍奉？所以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说，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什么东西？你所求的，而且会超过你所思所想的。我再强调一次神不但会加给你们，而且会超过你们所思所想的。真的吗？我70几岁了，我在上帝的面前跟你们讲，真的，一点都不假，真的。当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上帝真的会加给你超乎你所想象的，超你没办法想象的那种福分在你的身上。但是你不否认哦，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神都不听我讲话，神不是不听你讲话，神是看你的心到底转变了没有。你的心没有转变，在神的面前认为你的历练还不够，所以以色列人要40年，其实38年，经过历练，因为神要看他们整个民族的心有没有向着神。时间久不久？38年好久哦，在神的面前38年，1000年如一日，不久啊。你自己想想看，你们年轻人可能还没有感觉，我们比较。跟我年纪比较大，譬如讲我呢，你个地长你讲叫我以后唔大家讲伊啊，我讲你是你讲这个迄个过程，我咧讲你的吼。到我们的年纪以后，你就要发觉到说，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而已啊，就这样而已啊，对不对，洪主任？就是这样而已啊。你想想看，你以前所烦恼的，你以前所记过的，你以前所仇恨的，你会发觉到说，我怎么那么蠢？那时候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都交托给上帝？要烦恼的烦恼的是上帝，又不是我，所以相对的，我们要这些物质的需求，上帝都会给我们。有一个人非常的虔诚信主，一个老弟兄，没有念过书，不识字，他知道，他每次祷告都知道上帝非常的爱他。有一天，突然有个声音跟他讲说：“哎，这个老弟兄，时间差不多了哦，你准备要来天国哦。”所以他就看了，人家跟他讲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所以他就那什么念完之后说：“啊，那我要走天路。”啊，他开始要走的时候，一个天使就来说：“哎，你要走天路，是要走天路，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要走天路。”他说：“走天路，可是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呢？”上帝就跟他讲，那个天使就跟他讲：“你是个义人，你非常的信上帝，也非常的爱人。”你把你的心都给神，神非常的高兴，所以我给你一张门票。这门票是什么？进天国的门票。哇，不得了！我最大的追求是能够进天国的门票。上帝竟然给我，我不识字我都不会做什么。没有啊，你每次来礼拜都很亲切的招呼人，你都会跟你的亲戚朋友讲说耶稣多好，他们都来信主，你做了好多工作。真的吗？真的要给我门票吗？好，我就给你一张门票。这个门票有3个颜色，然后你打不开，要到天国才打得开。这个门票你拿着，如果天使到天国不给你进去，你就拿着门票进去，然后他就好高兴，就一直走，就碰到一个年轻人，他说：“你要去哪里？”说：“我要去天国。”说：“那我跟你一起去。”我坏事做了太多我怕上不了天国。不会啦，上帝爱众人，只要你悔改，上帝就会爱你。来，那我们就一起走，2个一起走。这个年轻人就讲说，他有天国的门票，我把他门票抢过来不就好了吗？我就跟他讲了好多，反正你会得救啊！我说我不得救的话，你看主耶稣基督你们上那个圣经不是有讲吗？在十字架上不是有一个大坏蛋呐？那个大坏蛋跟神说我要悔改啊，神就说：“哎呀，你要跟我一起到天国。”对，这个故事我们小学主日学老师有讲过。那你门票给我好吗？不要啦，那个天使说叫我不能掉呢，这样好不好？那我先私下来，我先私下一点点，这个有没有？有了哈。我先私下下面那一节这黄色的，这个大概比较不重要，然后先私下这一半给你，就拿着，到天国才可以打开。年轻人好高兴，就拿着这一节带着，就2个就一直走，走到一半，年轻人又想一想。我这么坏，我能够上天国吗？这个看起来他一定可以上天国。看那个脸，就是属灵的脸，就是非常好看的脸。阿伯啊，反正你可以上天国了救人一命如烧七级浮屠，你要救我也能够上天国。你还有差不多2/3嘛，撕一半给我好不好？让我比较有把握去上天国。贝强一想说：“好啊，你真的要啊？”他就2个看一看，粉红色的比较漂亮，黑色的应该是不好的，红色的应该比较好。他就把粉红色的撕下来，就拿在手上。他有2张了好高兴。哎呀，那我这下上天国，
保准了啦，稳了啦。啊，那阿伯啊，也把另外一张烧着，啊，两个人走到天堂门口，天使就停下来，就多我得来，有门票吗？哦，年轻人好高兴，门票啊，我有啊。他只有1张，我有2张哎，嘿，我有2张这个门票啊。哎，第一张打开，这打开只是一条路哎。就天使说：“哦，为什么只有一条路？”他说：“这个路就是一边去天国，一边去地狱。”然后那我的一定是天国，因为我的是粉红色的。那么一打开，写一个 here， 地狱。天使说：“人靠的是人，神要给你下地狱。再见！”砰一踢，他就到地狱去了。那别人讲说他到地狱。那这个门票大概是假的，我碰到天使大概是假的，那我到地狱转头就要走了。就说等一下，你把你的打开。结果他把它打开是什么 ？Heaven 到天国，神早预定好你要到天国。所以我们如果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就会直接到天国。因为时间关系，我将最后一个故事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有一个国王每天愁眉苦脸。他想说：“我当国王什么都有啦，人都要劳劳碌碌的找东西，我什么都有啦，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我一直在想，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那什么是最重要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事？这件事情我没办法解决，我整日苦恼啊，不得了，所以都召集大臣来讲，跟大臣讲说：你帮忙我解答问题吧。大臣就跟他讲啊，山上有一个隐士，他那个隐士非常聪明，你去问他，他就会跟你讲。哇，他就跑到山上去跟那个隐士座谈啊。我说国王在跟你隐士笑一笑说：你要得到这3个单，非常简单。可是现在是刚好雨水来的农忙，所以你就陪我去耕作。哇，这国王就陪他在那边耕作。我说国王呢？可是我不能，可是想一想，那个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耕作不分大小，不分阶级，所有的人都要劳作，所以他就在那边耕作。在劳作的时候，突然一个人满身是血，就倒在他的前面，他就看到。哎呦，这个人好可怜哦！这国王就生怜悯之心，就把这个人扶着，回到那个隐士的家里面，帮他擦药，给他喝水，给他喂养，让慢慢康复了。等他康复起来，他看到国王就跪下来。我知道你是国王，你怎么知道？我穿着农夫的衣服，因为你的大臣要叛国，他要谋杀你。故我是世界第一名的杀手，我要来杀你。可是我要杀你，没想到你的亲卫队、你的卫士都躲在生意的旁边。我以为你只有一个人，很多人看到我以后就把我围起来，就把我砍。我好不容易挣脱，因为我武艺很高强，我挣脱以后就跑到你们的农地来，你来收留我，我是要杀你的人，结果我是被你救的，哇！国王听到了，那个人就跪下说：“我以后对你忠心耿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有心再谋杀你。我知道你真的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好的国王。”国王突然拍起他大腿：“啊，我知道了，最重要的时候是什么？当下。各位弟兄姐妹们，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你要不要将神的国跟神的义摆在前面，之后再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而不是我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就一定帮我解决。你有目的的，那个就不是神所喜欢的。神喜欢你很单纯的心，跟神有对的关系。神的国是在于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你如果圣灵中没有喜乐，你怎么有平安呢？更重要的，你要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现在目前 this moment 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人？你面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人这一排我所看到的，每个人都很美，每个人都说我所看到的你们都是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今天讲一句话，你们要告诉自己，我是最重要的人呢。
上帝造我是最重要的，是最美的。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你自己不行，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非常的美好。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一句话：善待人，爱神，爱人。当你爱神爱人，神的义就成就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先知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不在乎吃喝玩乐，我们在乎是公义、和平以及圣灵中的喜乐。当我们在 undertake， 当我们在被攻击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依靠。让我们在最后一次临终、最后一次的礼拜的时候，真的体会到，现在这个时刻是神你所命定最重要的时刻，是神你所命定。我们一心在追求神的时，我们也相信神，你的光会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对你的祈求，你的光在我们身上会做大力的运行，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请咱起立来吟信诗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咱要唱第1节到第3节。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听者，这是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实现的事工来侍奉。
请咱起立来念奉献的诗。请咱议员起立，咱要来吟上吟圣诗402首，恳求助理引带我脚步。上吟说，咱要请蔡长老来为咱祝祷。人心变成梦。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就这些会加给你们。愿你们的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典里慈爱伴随着你们，直到永永远远。你们也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哋得到主要所给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实的相当运作办赞照顾恁，互恁一世人所行所做，合伫主的旨意，互得到主欢喜，主的恩典临到恁的身上，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数。阿们。真侪，是咱要报告伫下周主日1月4号主日圣讲论德的侍奉者，请恁大家来注意备办心。伫今日报告的大心，咱真欢喜，咱要来介绍咱几个，应该讲我们在国外的亲人哈。刚才那个赵丁刘讲，就是我们第一个介绍是我们陈仲婷陈姐妹，我们干嘛请？我想，台湾中心教会也是我们天父的家，所以你也是不是说出去是回到娘家？很高兴你今天从纽约到这边来旅游嘛，还是出差？参加婚礼，好，欢迎你。那我们希望你下一次有再回来的时候，也能够再到我们中心教会，就是天父的家，我们会很欢迎你来这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位是聂少荣聂小姐，也很高兴你能到我们教会来参与我们的礼拜，请坐，谢谢。那接下来我做这个简单的休息报告哈。咱本日礼拜后小组的分享是约翰福音1书的第2章，咱要对第7节看到第4章的21节。过来就是咱今日本日吼要礼拜中咱要举行2026年各团契的会长跟队长的个就任式吼。那这边我们等一下请那个我们那个对好那个陈国会长。那我这边等一下有唱到名的话，我们先请这些人我们到前面这边台子来这边这边夫妇及妇女团契林文玲执事，那沙马团契郑祖玲，学青团契罗以晴，那圣歌队队长是我本人那社青团契的话吴世军。
然后敬拜团团长严玉芳，抱歉，然后棒中团团长陈慈绰陈姐哈，她现在在弹琴，我们现在不方便叫她过来哈。那职学校长哈叶新莹那圣歌队队长的话蔡佳桦跟欧任君，蔡佳桦因为今天还要上班，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过来。然后这边我们请我们的国义长老哈来这边哈。当然，我们为他们对明年的这个教会的各个事工，能够为主来这边侍奉以外，我们请国会长老为这些事工人员哈，能够给他们一个祝福跟祝祷。后来，咱真感谢因被选出来，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实在是很忙，可是他们都愿意担任这责任那很不容易。我们先拍手谢谢他们因为新的一年不是他们而已而是要每个人都要跟他们配合。那假如说指挥只有他一个人来，圣歌队还是没办法开始唱歌那夫妇团契也是一样，每个团契都一样都要大家团员一起来配合他们好，那现在请你们转头向这边我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宣告，那宣告完以后你们就一起答就可以了来，接下来咱们来举行中兴教会机构首长的受职典礼伫这时我来问你来问看同意啦来，你要领受中兴教会所负的职务，你确信这是上帝呼召无？你要领受这个性质，就倚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遵伊的名，忠心伫你的职务。你是愿意安尼行无？这是我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中兴同会小会官兵任命你做本教会各部门的部长、会长，也是指挥。愿上帝祝福恁，要谨慎恁的行大举止，常常着关心这的事，尽力为主做工，荣耀主的圣名。这是咱三界的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感谢你，愿你以主爱甲信灵充满伫因的心上。伫新的一年，愿你保守因、使用因，使因有聪明智慧，有能力来带领这团结生活队主里乌、三马团契等各部门，互因所行所做的圣工充分的发挥，来荣耀主你的名。阮安尼。奉主的圣尊名来祈祷，阿门。好，请滑头，咱过来拍拍真多谢因好，谢谢请回座。继续。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报告我们消息报告第3点那在这边我们等一下会。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在去年2025年长期侍奉的同工那等一下我们请代长老这边代表我们去为他们做感谢，送一些礼券。那他除了这些名单以后，实际上还有很多我们长期在我们教会里面侍奉的同工比如说像我们音控里面今天那个佩如赵荣，还有那个我们今天有特别，我们今天新的今天新的奉献的那个事工人员那个瑞丰执事瑞丰还有那个素云，他们现在慢慢都在加入我们教会的事工。那除了今天我们要给他们这些以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教会的所有的教会的会友，假如是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尽量为教会的事工奉献出你们可以做的事情。那现在我们的话，我们请我们的代议长老的话，针对讲道的部分，我们给蔡长老，这时候蔡长老真的是很辛苦一年52年52周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谢谢我们蔡长老在讲道上面的服务。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蔡长老。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兴教会。这讲到没有蔡长老每个礼拜这样准备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中兴教会大家来这边的时候我们所承受是什么东西，真的是很感谢蔡长老。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
就是针对我们圣歌队的指挥有2位贝如还有欧任君2位，我们请到前台来。在这边我们要特别真的很感谢贝如我想大家知道，贝如现在眼睛受伤，那还没有办法看得见。他为了圣歌队，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为我们圣歌队做指挥。我们在这边特别掌声，谢谢贝如在指挥上的。那接下来的话，我想我们要给的是我们教会的诗情我们教会的诗情有很多，我们甚至很感谢神让我们教会，让在别的教会可能诗情会找不到人，甚至要外聘。但是我们感谢教会我们有这么多诗情的同工所以说我们等一下我们慈错姐等一下。因为慈错姐现在看诗情就是那个麻烦慈错姐洪义文，还有叶新颖，还有严玉文，还有严玉芳到我们前台来。我们感谢这些诗情的同工在今年52周，甚至在很多时间的时候，为我们教会的音乐的部分做诗情的事工。真的很感谢这些事工人员我想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不是说用奉献钱是最可贵，我觉得用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神，为神的事情去做这种事工是最可贵，最需要我们大家来感谢他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看报告的第四项我们在1月11号就是礼拜天预定就是在我们若直市这边府上举行家庭礼拜。那时间的话是在下午1点。那因为若直市的住家的话是住在北投，所以说1点的话，我们可能要在12点我们就要做出发。因为若直市这边若直市娘的话这边很好，就是说他要做一些准备就是说等一下的话，假如是在1月11号参加若直市的家庭礼拜的话，我们后面有那个登记表。那登记表的话，除了登记你的名字以外，因为我们要安排一些交通的部分，所以上面有所谓的坐交通工具或者自驾，或者说你们已经约好坐谁的车子一起去，你就是说我可能要搭乘谁的车子去。麻烦大家在1月11号参加若直市的家庭礼拜的那个会有的话，在后面做登记。然后再来就是第5项的话，我们下个礼拜的主日礼拜以后，我们会召开长执会。所以说在长执会里面，假如是会有这边有什么样任何提案的话，可以在下礼拜开长执会之前给我们这些提供我们这些意见，通知长执在长执会里面做讨论。然后1月份的支月长执的话是陈国一长老跟宝轩执事。然后我们1月呢值日学老师的话是郑慧文、谢思怡，还有陈静慧，还有欧任君。然后下一周的话，就12月28号到1月3号，新眼光的读经进度的话，我们预定读的是约翰福音1书的第5章，还有约翰2书全卷，然后生命记的1章到第2章第23节。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针对教会的这个周报里面的肢体交通跟代祷事项来做。那首先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为了我们教会的一些身体欠安的兄姐我们的彩云姐、我们的秀英姐，还有我们的陈辉雄兄，还有我们的贝如姐妹，跟他照顾他的亲人来代祷。那恳求主呢，在跟他们同在，去看守他们，扶持他们走过这样的艰难的时刻。然后我们今天也特别为我们教会的李丁罗牛，还有他的儿子李彦明一家、李明宪一家的身心灵健壮来代祷。我们这次请蔡长老来为这些事情来帮我们代祷。请大家后头来祈祷，要祈祷大声，请伫咱心内家己清洁咱的内心，让我们的心得到圣洁，让圣灵充满在我们心里。主啊，你知道
我们的软弱。子爷你也知道，我们有时候用人的方法，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没有依靠神来成就大事。我们弟兄姐妹中有许多身体得到病痛，我们有彩银姐，求主你帮助他，让精神很快的能够恢复来跟我们一起同心敬拜。每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到教会来，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她是我们所喜爱的姐妹，求主你照顾我们最亲爱的贝如姐妹，她的眼睛还要再手术，我们非常不舍。我们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因为将你大能的医治的手抚摸在她的眼睛的身上，让她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弟兄姐妹中有很多身体欠安的，我们弟兄姐妹之中有很多身心灵受创的，求主你安慰保守着他们，在你平安之中，喜乐自然产生，让他们喜乐的源头永留在他们的心头。求主你帮助照顾他们，让他们的一生一世主都跟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读经分享，泽伯，你这边有要分享吗？没有，好，有吗？那我们现在请泽伯执事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读经的一些经文。大家平安。那我简单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进入就是上礼拜已经开始，就是约翰一书哦。那约翰一书它是作者就是使徒约翰，那然后他的写的时间大概是在因为我们知道约翰他有在圣经中有好几本那个作品，那他是在约翰福音之后写成的。那约翰稍微介绍一下，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耶稣的门徒哦。那然后他在就是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跟彼得也就是在撒玛利亚那边一起传道。那然后那个后来就是说那个罗马皇帝开始逼迫的时候，对不起，就是对。就是耶路撒冷沦陷以后，那个约翰他搬到以弗所那边去，那然后罗马皇帝开始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那个约翰听说有被抓，然后有曾经被说那个被那个一些施以一些酷刑，那但是就是很幸运，他就是也算是神保守，他就没有死掉，然后被流放到拔摩岛，然后在拔摩岛那地方就是那个受神启示，写了启示录这样子。那约翰一书的话，它是就是风格就是跟约翰福音是很相似的，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就是很立场分明的这种那个神跟那个就光明啊、黑暗啊，然后真理、谎言然后一些对比比较强烈的字眼。那但是他其实讲述的东西跟就是彼得、保罗他们讲的，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说每个圣徒在圣经中讲的主题。其实跟就是耶稣的教导，那但是那个角度不一样然后风格也不一样。那我自己是觉得老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写的这样，是让我们读起来是非常的感觉很温暖哦。那里面有很多的就是算是我们可以背下来的一些自我勉励的金句啊。好，那里面的主题当然也是就是脱离不了，就是当时有一些他还是要坚定圣徒的这个对基督的这个信念哦，因为当时一些
有一些异端邪说哈。那然后他鼓励神，就是信徒要爱神爱，然后彼此相爱，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蔡长老讲到也有讲到，就是说那个爱神，然后彼此相爱，这那个是非常的重要哦。那然后还对，然后当然也是教会引述刚刚蔡长老讲，就是教会生活也是天国生活的那个预尝。那所以就是约翰在这里面就是一直那个主题强调那个彼此相爱哦，里面讲的非常的细哦，就是包括就是说你要怎么，就他分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少年人啊、老年人啊，然后青年人这样子哦。那然后另外也就是让那个算是勉励大家，就是勉励这个当时候这些教会的人，那然后勉励他们就是坚定持守，然后那个过这个教会的生活，然后那个有对将来有这个那个有盼望哈，有这个得救的盼望。那就先简单分享，谢谢。此时我们请圣歌队来唱《愿上帝祝福你》，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礼拜。我们也特别把这条歌，送给我们今天从纽约过来的陈姐妹。我想你今天上帝来讲，就像蔡长老讲，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就是上帝要给你的祝福。嘿。这时要来行平安礼，请咱起立来互相平安。